无忌，快把药喝了。无忌乖，把药喝了，我们傻兵就好了。来，喝药。药苦，喝了就好了。我太倒霉了，穿越到古代，成了傻子不说，还只能和嫂子相依为命。嫂子，腿脏了，我去给你擦擦。无忌，无忌，我去袁家借米，给你做饭吃。家里没米了，那嫂子是怎么吃下来的？嫂子，我去打猎，我们吃肉肉。你傻兵还没好，怎么打猎啊？我行的，我行的，嫂子，我们吃肉肉。你穿上衣服再出门啊！我一个后世的射箭冠军，还能不会打猎？中了！哎呀，挺肥的。哎呦！哎呀，天然的大肥鲤鱼，还有大闸蟹，这下有口福了。无忌回来了。哟，无忌，从哪儿弄的大鲤鱼呀？我的天，这么大的鱼，不会是你偷的吧？抓的，你抓的？傻子都会抓鱼了，稀奇了。不管你们信不信，我得回去给我嫂子做螃蟹吃。别，等会儿，是什么？螃蟹？啊！哎呀，无忌啊，你不要命了？这东西可不能吃啊！不能吃？这玩意儿有毒。就不说你傻子呢，连这东西不能吃都不知道。是，要不说他傻子呢。哎呀妈呀，真是快走！哎呀，螃蟹不能吃，你们才是傻子呢！哎呦，小无忌呀，赶紧回家！怎么了？袁老二在你们家门口一直转悠，你嫂子有危险啊！袁老二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你！借了米就得让玩一玩。嫂子，嫂子！无忌，嫂子！哎呀！无忌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没事吧？原来是你这个傻子啊！嫂子，你放心，今天我不给他8层皮，我不姓陈。不姓什么？无忌，不姓陈。不姓陈。无忌，没事吧？疼。袁老二，我求你放过他，他什么都不懂。放过他也行，只不过得让你帮我拜拜火，然后再让这个傻子好好看着。我给你拜火，给我拜火，拜火！老子今天好好给你拜火！无忌，别打了，不能打了，再打要出人命了。你
个傻子！你给我等着！我去！会出人命的，没事了，傻妹。嫂子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乖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无忌，你的手没事吧？嫂，没事儿，不疼。我本来想和袁老二借粮，没想到他有其他的心思。袁老二，你等着！敢欺负我嫂子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如果有一天嫂子真的出了什么事儿，你就去城里乞讨。你是个傻子，总归能活的。不会的，嫂子，有我保护你，没事的。我家无忌啊，英勇着呢。这是我好不容易收集来的观音土，你先吃点垫垫肚子。观音土怎么能吃这个呢？你不能吃土。不吃这个我们吃什么呀？吃了至少还能多活几天。嫂子，肉我们天天吃肉。说什么傻话呢？外面庄稼都旱死了，劳庄力都没有活干，你还想吃肉？吃的。傻无忌，这个不能吃，吃了会死的。螃蟹还能死人？嫂子，可以的，不会的。不能吃，我见过村里有个人吃了，吃完他喉咙就肿了，然后憋死了。喉咙肿了？那这是对螃蟹过敏啊。那不会中毒，我吃过。真吃过？好吃。你没骗我？我吃过很多次了。我看妈穿越到傻子身上，连话都不能说清楚。嫂子，我这就去做螃蟹给你吃。大闸蟹，吃。这古代的螃蟹真是肥啊！无忌，你身体没有不舒服吧？嫂子，没事的，好吃啊！你也来一个。哦，好吃。就算是有毒，我也认了。嫂子，没毒的。吃这个，这样。现在我们无忌也会打猎了，以后呢，我们无忌就可以娶老婆了。不，我不要娶老婆，我要娶嫂子。你个小傻蛋，瞎说什么呢？你这话去外面可不准乱说，羞死人了。这。像你这样傻乎乎的也挺好的，没心没肺的。无忌，你快把衣服脱了，我给你擦擦身子。嫂子，这不太合适吧？这怎么不合适了？我自己弄。
你个傻大哥，你自己怎么弄呀？快脱了！当傻子好，当傻子还有这个福利。不脱是吧？那我帮你了。你自己捂着点。转过来吧。啊。嫂子，我感觉身体好热啊。行了，你快滚到炕上睡觉去吧。嫂子，我想抱着你睡。你这脑袋瓜，整人都想什么呢？当傻子好，傻子爽呀！漫漫长夜，挺着吧。看什么呢？我上山挖树葛，把裙子弄湿了。这玩意儿直接吃的话有毒啊！这有毒。我知道，吃完睡个瞌睡就好了。睡瞌睡，这分明就是中毒了呀！嫂子，我来。3天要换水。你的意思是，换水泡3天就没毒了？这样就不会瞌睡了。要是工具够的话，木薯还能变成粉条，那可是好东西啊！太好了！陈无忌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就是这个傻子，平白无故打我一顿。陈无忌，你横行霸道，欺压乡民，谁给你的狗胆子呀？他放屁！你放你娘了个屁！我问你，这金宝这伤是不是你打的？哎呦，肚子也坏了。李正，你听我说。嫂子，我保护你。我没有，他放屁。没有，本李正已经知晓了一切。陈无忌啊，你若从实招来，我还能从轻发落。我就没有，我没有。大哥，这小子就是嘴硬，给他抓到祠堂痛打一顿，什么都说了。找死吧！大哥，你看他威胁我。看你那样，你给我闭嘴吧！陈组长，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？若真犯法，打个半死也算轻饶。陈获士，你坦白来说，别误伤性命。几位叔公，无忌虽然痴傻，但绝对不会伤人。若是因为袁金宝瞧上了我这个寡妇，想要用强，那大可不必牵连无忌。还有这事儿啊？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对一个寡妇用强呢？我呸！我还怕他克我呢。行了，打人这事儿啊，就算过去了。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的事儿。哎，对了，陈阔士啊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若是你这个月还未改嫁，就得要发配为妓。根据大禹律法，
男女超过14岁，单身不得超过半年，逾期未婚者，要么发配为娼，要么朝廷要强制婚配。还有这种法律，妙啊！送去县衙，我再花钱捞出来，那不就成我的了？三娘子，到时候你想嫁谁，可就由不得你了。大哥，到时候给这个黑傻子配一个又黑又能打人的媳妇儿，天天打他。你给我闭嘴吧，这事儿我还用你教啊？陈组长，我们先走吧。嘿嘿嘿嘿嘿。按照法律，若不改嫁，父母连坐5年赋税。无忌，若是官府给你发配了媳妇儿，你就好好过日子。这人，我怕是嫁定了。嫂子，不嫁人。傻子，我不嫁人，还能怎么办？嫂子，你做我媳妇儿。嫂子，你做我媳妇儿。无忌，你说什么呢？嫂子，你做我媳妇儿吧。无忌，你别胡说，嫂子嫁给小叔子，这……嫂子，我不想让你走。这要是被官府抓走，还不知道会把嫂子许配给什么歪瓜裂枣。长嫂如母，你让我想想。嫂子，我会照顾好你的。我知道无忌你有本事，你让我想想。嫂子，寡嫂嫁书，还是让嫂子自己想清楚吧。嫂子，嫂子，我进山了。来，喝。来，大哥，给那个傻子娶媳妇儿的事儿怎么样？我呀，给他找了一个最漂亮的女人。你怎么能给他找个漂亮的呢？你给我坐下。哎，那女的呀，杀了他们一家3口人，你敢要啊？这么厉害？那杀人不是得问斩吗？要我说，你怎么这么蠢呢？这年前太后寿宴，这陛下不是大赦天下了吗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这，哎呀，合着是算计到我头上，哼，痴心妄想。哎，干！谁啊？哎呦！嫂子，无忌，我听见袁家鬼哭狼嚎的，怎么了？听说他们家撞邪了。撞邪了？哦，那你赶快脱了洗洗，去晦气。你快捂着点儿，这成什么样子？我不。你不想，那你想干嘛？想和嫂子。闭嘴！你自己洗。嫂子，一步一步来，你逃不掉。
哎呀，这大肥兔子，给嫂子做个冷吃兔丁，皮还能缝个帽子，这样一来，冬天也不会冷了。无忌，不好了，冤家带人来抢你嫂子了！我嫂子啊！哎呀，快！郭三娘，今天是最后期限，如果你还找不到夫君，就跟这2位大人走吧。霍三娘，寡妇逾期不嫁，要么5倍罚款，要么跟我们走，你自己选吧。你要是不跟官差走啊，就给你卖到妓院去，天天做新娘。这可不是我们欺负你，她是逾期未嫁。嫂子，无忌，谁说我嫂子没夫君呢？无忌，他们要给你配个媳妇儿，还要把我抓到衙门去。啊！要是不跟官差走，就给你卖妓院去。别说，就这副皮肉，还真能在窑子混几口馊饭吃啊！这骚狐狸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走吧，那就。你要干什么你？哎呦，你个傻子，还真敢跟官府过不去啊？谁说嫂子没夫君的？我就是我嫂子老公。什么？你？什么？你？陈傻子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那是你嫂子，哪有小叔子娶嫂子的道理？哎呦，真是个傻子，还娶嫂子？哎呦，朝廷鼓励兄死叔娶嫂，你有意见吗？我哪敢呢？你真的想好了娶高嫂？想好了，嫂，来亲一口。啊！你你还是不是人呐？你真要娶嫂子？哎呦！陈无忌、霍三娘，来画押，我给你们现场写婚书。哎，今有陈无忌、霍三娘啊，真要结婚呐！哎呦，再多嘴一句，信不信把你舌头割掉？滚！走。嫂子，押上来。还有这个，可我已经有嫂子了。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不少。初为人妇，水灵得很，便宜你了。都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哎呦，哎，走吧。哎，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15岁成婚，杀了夫家一家3口。你要干什么呀你？我只是想说清楚，我父曾为御史中丞，家产被抄，我被迫成婚。你这般知书达理的官家小姐，为何杀人啊？成婚那日，夫君与公公欲轮番与我洞房，丈夫和公公一起，畜生！我拼死不从，所以我就拿起刀。姑娘，我家穷，你别嫌弃。而且，无忌脑袋有点不灵光。我好像还没说完呢。都别说了，你受苦了。我们回家洗个澡吧。佑薇，洗澡水好了。干嘛呢？偷看人洗澡啊？你看什么你？哎呀，哎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啊！好兄弟，哥哥我告诉你个好事儿。你看这个，这钱给你，换你那小娘子春宵一刻，怎么样？听说是官家小娘子，还是处子之身，这要是能玩上一晚，做鬼也风流啊！这袁老二
脑子是被驴踢了吧？傻子就是傻子，几个铜板就骗到了。嘿嘿，同意了，那我就先过去了。收好。哎，那是我媳妇儿，谁也别想碰！哎呦，臭傻子，真当老子是泥捏的，是不是？我金钱王，再敢上前一步，我就砍了你的脑袋！我去，这么彪悍的小娘子，还好我没用枪。哎，小娘子，冷静。吃傻子，你让一个女人出头，你算什么男人女？拿着你的臭钱，滚！好，臭傻子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弄死你！我弄死你！娘子，谢谢啊。我已经是官府赐给你的妻了，还客气什么？你脑袋不灵光，以后这种坏人的话你就不要再听了。好软，好软。摸吧，反正你是小傻子。今天袁老二找你们了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已经被右威赶跑了。右威？嫂子，咱们赶紧睡觉吧。行，那咱们洗澡去。走。我也要洗。你等会儿洗。不对呀，我是他们夫君，我凭什么搁这干坐着？嫂子，我来了。等会儿，我洗完帮你洗啊。我要一起洗。你怎么还使起性子来了？马上就好了。姐，我觉得夫君肯定是想洞房了。还是右威懂事啊。哎呀，我给忘了，刚领了婚书，是该洞房的。按理说今日是姐姐，明日我。可是我今日来了月事，你身子骨虚，不成，这哪里遭得住啊？我可以坚持一下了，没有那么可怕。别胡闹，强撑会落下病根的。我去劝劝无忌。无忌，来，躺这儿。无忌乖，我给你讲故事好吧？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个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。嫂子，洞房呢？谁家洞房听睡前故事啊？你别乱动啊！庙里有个老和尚。有一天，这个老和尚，你别乱动，好好睡觉，听故事啊。有一天，这个老和尚下山了。夫君，哎呦喂！小点声。夫妻洞房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。夫君，你要是实在忍不住的话，就让我来帮你吧。啊！老婆呀，老婆，你这心意虽好，但也不看看现在是啥场合。呦喂，你怎么能这样想呢？我们俩才刚认识，彼此也不熟悉，我觉得咱们俩还是先多了解了解，确定你我是良人。夫君，你太好了。夫君，你不傻了？
糟了，一下说太多话了。我突然就觉得我这个脑子好像清醒多了。太好了，睡吧。嫂子，有哎，我上山了。那你小心点啊。姐，夫君这是？咱家没有良田，现在天下大旱，没法耕种，所以夫君会上山打些猎。夫君会打猎？会是会，不过有的时候会带回来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奇怪的东西？哎呀，这鱼、螃蟹、野兔都给嫂子做过了，今天打点什么呢？我去，这么大一条蟒蛇！哎呀，太好了，晚上能给嫂子做蛇肉吃了。也不知道这东西能吃不？哎呦，我的乖乖，这蛇快要化脓了！傻子怎么把这东西弄死的？用箭射的呗，你看看这伤口。哎呦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厉害了不起啊！无忌回来了。嫂子没事儿，死了，真的死了，死透了。我还是头一回见这么大的蛇呢，这比我的腰还粗哎！你那小蛮腰能比得过谁啊？姐，你说的没错，夫君果然能在山上猎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这蛇拿到市场上去卖，能卖个400-500文吧？嫂子，咱先吃吧，吃完了再卖。还吃肉？老子早晚让你们家破人亡！好吃啊！多吃。对啊，尤为天热，放不住就坏了。哎，姐姐，只要3斤盐和香辛料就能放置半年呢。3斤盐也要360文，哪里买得起啊？那我多吃点。吃。哎，小无忌啊，把东西扔上来。我们要进城。我知道，我跟你三叔也进城，快上来。来，上城里卖蛇肉啊？九叔，您看这蛇肉定价多少比较合适啊？我看啊，6文钱差不多。蛇胆呢、蛇皮这些可以单独卖。九叔去城里干什么呀？我跟老三也有点东西要进城卖，看看能不能凑够赋税。走。这是哪儿啊？九叔，九叔，咱们是不是走岔路了？我跟老三办点事儿，稍微绕点路。你俩不会要把我俩卖了吧？哎，臭小子，你俩能值多少钱啊？再说了，谁会买个傻子回去啊？也是啊。老九，啊，人来了。无忌，你们在这等着，等一会儿。要干嘛呀？你要干什么？
无忌，三叔和九叔不会是强盗吧？嫂子，你别怕，三叔他们应该不会无缘无故杀人的。无忌，没事儿，几个和尚作恶多端，奸淫妇女。我们只是替天行道，顺便挣点赋税。三叔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干，赚大钱。别胡说，咱们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无忌，这杀头的事儿啊，你就别跟着掺和了。哦，九叔，刚才你们埋人的地方是个新土，会被人发现的。发现了又怎样？谁知道是咱干的？九叔放心，我跟无忌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知道。走，接着分赃去。你说好，我们也该分开了。谢谢三叔，谢谢九叔。无忌，走了啊！走了，傻小子。谢谢啊。无忌，刚才那事儿绝对不能说出去，咱们得把嘴给捂紧了。嫂子，你老提醒我，你担心你自己别说漏嘴了。也是。无忌，那等会儿嫂子给你买点好吃的。我不吃，我要吃嫂子。胡闹。那你得等我月事走了。真的？真的？那说好了，我要吃。小声点。野味，卖野味了。看看，卖什么野味呢？蟒蛇，昨儿刚猎的，新鲜。真有本事，这么大的蟒都能捉住，少见。哎，别走。没给钱呢。啊，忘了。那。无忌，700万，他们给多了。他们有钱，不在乎。是啊，人家是大户人家，不在乎这仨瓜俩枣的。咱们等会儿去买点粟米，再给你买双鞋，还得再给幼薇备身礼衣。那你呢？我没什么想要的。不想。你看你这个衣服都烂成什么样子了，我都能看到里面了。死无忌，真讨厌。那可是我的好吃的，不能给别人看了。你好了，我买。两位慢走啊！谢谢老板娘。无忌，你脑子好了？刚刚在里面都会讲价了。好像自从幼薇进家以后，我这脑袋就好多了。还好，我早就想要这么说了。太好了，你脑袋终于好了。那我这脑袋好了，是不是得奖励一下？走吧，回家。饶命啊！姑奶奶饶命啊！再吵，我就剁了你的脑袋！我这脑袋变好使了，我觉得整个世界都不一样。哎，福杰姐姐，你们回来了！回来了。哎，你这拿刀干什么呀？砍坏人。坏人在哪呢？喏。你干的？他让我杀了夫君，事成之后娶我做小妾，我气不过，绑了。
哎，我说袁老二啊，咱们俩也没什么仇怨吧？你为何非要置我于死地？我想杀你，还需要理由吗？不说是吧？没事儿，我这刀可快得很呐，快得很呐！我说，啊，我看上了你的媳妇儿，你要是死了，他们不就都是我的了吗？你打我媳妇儿主意啊？你是不是人呐？我割你个耳朵不过分吧？啊！别，我赔钱！袁老二啊，你这么有身份的人，别说赔偿，丢份儿。 3两，我赔3两。你袁老二的命就值3两啊！你这样，5两，你看过不过分5两，不过分，不过分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别紧张啊！天黑之前不把钱拿来的话，我再宰了你。一定拿钱，一定拿钱。愣着干嘛呢？拿钱去啊！无忌，要不你再娶一个吧？我看你傻病也快好了。媳妇儿，这日子刚有盼头，你就想跑啊？那我等洞房之后再走。那可不行啊！你好歹得给我留个一儿半女的。无忌，儿女我怕是没办法。娘子啊，这长得好看又不是你的错，这世上坏人那么多，那他们找你麻烦，你都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啊？姐姐，夫君说的对，错在袁老二，不在你。可是我让你们每日都提心吊胆的。那是袁老二的不是，不是姐姐你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敢跑，我就把你绑在炕头上，我没日没夜的折腾你。无忌兄弟，这是2000文，收好。哼，没怨言吧？还没有，绝无怨言。滚吧！好嘞，好嘞。无忌，他恐怕还会再生事端。娘子，你放心吧，我收这钱就是为了让他放下戒心，到时候让他人间消失。哎呦喂呀，你可太厉害了，连这贼人都能制服，那身子肯定能洞房了吧？整日就想这些。那当然了，这结婚当天就是要洞房的呀。那可不成，得让沈妹子再养几日。啊，行，再让你养几日。哦，对了，右卫啊，这是我给你买的新衣服。我的？我也有。夫君一碗水，端得平。我们去试试。无忌，夫君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，太好看了呀！不过我听说，不穿衣服更好看。成日脑子里面就想这些，流氓，坏人。哎呀，右卫，这衣服太暴露了，咱们给它缝起来吧。好。啊，走。不能缝啊，不能缝啊！哎呀。哎，姐姐，夫君看起来正常了好多哎。右卫，我觉得是你嫁进来之后冲喜了。啊？我？对啊，你一冲喜就把无忌的脑袋给抽好了。真的？
你去外面等着吧，饭马上就好了。好。娘子，该睡觉了。别闹，幼薇还在呢。你们睡，我先睡了。哎呀，一起睡吧，一个人睡多无聊啊。睡可以，但你得保证不能做坏事。我保证不会。别闹，幼薇还在呢。夫君，你醒了？你们醒了呀？夫君，你今天还上山打猎吗？我得去买一个强弓，之前的弓已经不经用了。你们再睡一会啊。净他妈偷懒的，快！掌柜的，有强弓硬箭吗？强弓硬箭，要造反呐！我是猎户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护犊。榆木角弓，足有3弹，就是那狗熊都能给他射死。好，这个好，就这个了。哎呀，装备升级了，下次下山就更轻松了。妈的，这帮狗日的土匪，老子跟你们拼了！妈的，哪个混蛋放的冷箭？在哪儿？你爷爷在这儿呢！大家一起上，弄死他！上啊！上啊！兄弟们，别站着，撤！抱枪闪！撤！等等，大当家呢？大当家，我们在郑家村遇上有一个小子杀了我们不少兄弟呢。什么？你们这么一群人，竟然被一个人当狗给溜了？大当家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们兄弟几个都觉得那小子像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军汉呢，我们斗不过他。放火，把那破村子给老子烧了，我就不信了。大当家，有兵马来了！啊，兵马！别管那小子了，全部撤！这！哎，怎么都跑了？吓破胆了？不至于吧？官兵来了！官兵来了！哎呀，这帮官兵总算来了。你们搞错了，大人，我不是土匪啊。能证明自己身份吗？能，我有护犊。护犊？大人请过目。好汉子，杀了几个？
记不太清了，大概14、15个吧。14、15个？哦，绝世猛人呐！啊，就算你20，一颗首级1两银2亩田。20两，这么多呀？看你还挺年轻，本官一定给你挑个好看的妾。哎，大人，妾我不想要，咱能换个吗？不行，这是朝廷的章程，不能不要。来，接着。大人，您这是有这把刀在，你就是我大禹的官兵，有便衣行事之权。便衣行事？那不是我说谁是土匪，那谁就是土匪。谢将军。就是。陈傻子，过来。傻子喊谁呢？去。哎呦，你有钱了，把粮食放这儿，你滚吧！傻逼玩意儿！哎，你个王八蛋，你骂谁呢？哦，傻子长本事了，还带了把刀。哟，这破刀怪新啊！这弓也不错，起码值2两银子。现在这弓和箭都是我的，你有意见吗？他们当然有意见了。哎呀！刚刚说什么啊？我没太听清。打死他！给我死里打！傻子杀人了！杀人了！闭嘴！再敢狗叫，老子现在就剁了你！你死定了！等我哪一天，我要把你脑袋挖下来喂狗！我死定了！我今天都要看看咱俩谁死！陈傻子，住手！爹，救我！你住手！你刚才喊我什么？爹，你喊爹呀！爹，你快喊呐！逆子，你给我闭嘴！你让我喊他爹！他疯了，他真的要杀死我呀，爹！无忌啊，你先把刀拿开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商量。无忌，我来了！哎呦，你滚回去拿钱，10两银子换你儿子狗命。无忌，我这价开的怎么样？还行吧。什么？等什么等？10两银子，要不就拿命换！你们2个这是要造反呐！啊！谁说的？好好好，今天你要钱没有，要命有一条，你砍，你给我砍！哎呦，爹，你疯了！我可是你亲儿子！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行，那可就不能怪我了啊！爹救我！变成冤魂，找你爹去讨。哼！哎呀，儿子，你杀了，然后呢？怎么着？你好狠的心呐！行了，别瞎喊了，你儿子可是你害死的。你们几个给我砍死他！给我砍死他！给我砍死他！你们！哎呀，行了，别嚎了啊！我刚刚碰到土匪了，当心土匪会来屠村。儿子，骡子，你给我回来！哎呀，我的儿啊！啊，小子，你今天冲动了，当众杀人，满场人证。看到这刀没？这可是县衙的刀。你偷蓄力佩刀，还砍了李正儿子，
你快跑吧你！谁先都救不了你了。谁说我偷的刀啊？这是县衙赏的，我现在可是官兵身份了。哼，元琛想要抢官兵的刀，那不就是乱匪吗？那我杀乱匪，名正言顺呢。聪明啊！元琛抢夺官兵佩刀，自寻死路。我要是不计后果的话，袁金堂和袁金宝早就被我剁成臊子。好啊，你小子有勇有谋。谁说你是傻子呀？你比我强多了。嫂子，有为，我回来了。夫君，你可算回来了，都说土匪下山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啊，我这不平安回来了吗？无忌，你身上怎么有那么重的血腥味儿啊？哦，刚刚路上遇到土匪了，我砍了几个才跑出来的。那你没事吧？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儿，我就这手破了点皮。啊，对了，嫂子，先弄点东西吃吧。行，那你们先坐着，我去准备。好。陈无忌，给老子滚出来！陈傻子，给我滚出来！给我滚出来！哟呵，哼，还真有胆儿啊！来啊，把这陈傻子给我绑了！想死的就过来！杀人偿命！抓了他，县衙会给你们赏赐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我倒想问问，朝廷赏赐你都敢抢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朝廷的赏赐？你在这唬谁呢？你眼瞎了吧？看不清我手里这把朝廷御赐的破刀啊？胡说八道！我来就是要抓你这个穷凶极恶的凶手的！哼，先抢朝廷赏赐，紧接着又要围攻我。袁立正，我看你是想造反呢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土匪进村了！土匪进村了！袁立正，你这个狗东西，你果然是要造反！兄弟们，袁家人联合土匪要造反，抄家伙！你放屁！是你联合土匪，你才要造反呢！袁家人这是要找机会里应外合。袁老二那个狗日的，今天还爬我家墙头偷看我媳妇洗衣服呢！干他丫的！早就看他不爽了。是他，白天那个疯子，点子有点扎手了的。父老乡亲们，我们如果今天不动手，他们就要抢我们的粮食，辱我们的妻女。说的对，跟他们拼了！跟他们干！跟他们拼了！杀土匪！这，回头再来报仇。这，快点！对，杀之前要先把他给抓了，给我杀！你想干什么？行，陈傻子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跟你没完，你给我等着！夫君，你没事吧？嫂子，有为，没事儿，村民们去打土匪了。那我去烧点热水，你洗洗，这一身臭汗的。洗完了，是不是就能一起睡了？想得美！该死啊！这活该，他就。这活该！对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袁老二上吊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他为什么想不开啊？袁家呀，大势已去。我怎么听说他是跟人抢媳妇儿没抢成呢？不应该啊！他这么不要脸的人，怎么会上吊呢？我干！哇，陈家人真是一窝子土匪啊！哟，太好看了。不过这老东西的娘子长得是真好看啊！兰兰，来，吃饭了。娘，我不想喝水啦，我想吃米，想吃肉。咱家哪还有米和肉了？谁呀？嫂子，是我，无忌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们送米肉来了，家里就你和兰兰，过得肯定很艰苦。你给我们送肉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你收下就是了。
来，走，咱们出去玩一会儿。慢慢的啊。嫂子，我这给你们带了猪肉、大米、白面。无忌，嫂子，其实我知道是谁家害死了袁老二啊，不过我不怪你。其实他成天对我们娘儿俩拳打脚踢，我早就恨不得他死了。嫂子，你这样不好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嫌弃我是个寡妇？没有啊。哎呦喂，嫂子，我今天来真的就是给你们送吃的来的。哎呀，你看，你和兰兰怎么可以只喝水呢？这谁撑得住啊？这无忌，你对我们娘俩可真好。都一个村的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嫂子，嫂子，哎呀，陷阱里就一只兔子，收成一般啊。哎呦，有人在洗澡啊！哪来的狗东西，滚远点！啊，骂谁狗东西呢？再看，挖了你一眼，杀了你全家！哎呦喂！你别过来！道歉！你不道歉，我让你下不了山。你让谁道歉？我让你这狗东西道歉。不可能！不可能是吧？行。你要不道歉，信不信我烧了你这衣服？我道歉还不成吗？你把衣服放下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等等，我改主意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就因为我不小心看到你洗澡，你就要杀我呀？而你的命是命，我的命就不是命了。哼！哎，你别过来！哼！深山老林女扮男装，还带着刀，不是匪也是官，不是匪也是官。说，你是谁？秦长红，来这里干嘛？剿匪。剿匪？哼，怎么怕了？怕了就赶紧滚！就算你真是官儿，这深山老林的，谁查得着啊？胆大心细，这真的是猎户吗？哎呀，原本看你长得漂亮，我还能留你一条生路。不过现在看啊，怕是不行了。等等，我可以发誓，我不追究你，我保证。那就去跟我登婚书。朝廷规定，妻杀夫，斩立决。我发誓还不成吗？你发誓，你自己信吗？我背着皇命，哪能随随便便嫁人？我不逼你真成亲，你写份婚书就成。婚书？婚书上你想写啥？嘿，就写你遇到我这个小猎户，见色起意把我给强了，然后我们就有了夫妻之实。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？我不要脸？哎，你张口闭口要杀我，我这也是自保，好吧？你写不写吧？啊，写，我写。我见色起意，还不想负责，行了吧？行，
上岸吧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杀你的。怎么说，你也算是我半个男人。半个女人？王八蛋，不把你收拾的死去活来，老娘不姓秦。写吧。我秦展宏，见色起意，还不想负责。下边给我按个手印。你个冷血男人！啊！啊，衣服给你，你们慢慢穿啊。我先走了。啊！等一下。拿去买粮吃，别饿死了。别在被姑奶奶折磨死前先死喽。那我就收下了啊。啊，对了，外面不太平，你也是我半个女人了，你听我一句劝，别乱跑了啊。等等，我的刀！哦，狗男人，跑得还挺快，看老娘怎么收拾你看这是，就是坏了，这好像是县里给我的赏赐。媳妇儿，无忌，这是个怎么事儿啊？大概是我剿匪的赏赐吧。县里不是赏了我40亩地吗？可这咋又多送个女人呢？你有说过这事儿吗？我以为他们忘了这茬了呢。这眼下也不太平，这咋还真的来了？要吧，这事由不得我们。哦。哎，于大哥，劳顿了一早了，辛苦了。哎，这您拿着。你可是好福气啊！这位女子是大人亲自为你挑选的。哦，多谢大人挂念。县里啊，缺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。有空一定要去县衙坐坐。哎，一定，好，一定好。哎呦，于大哥呀，可我家中已有妻妾，这再添一个，实在是养不起啊。有啥养不起的？县里不是还要奖励你40亩良田吗？哦，哈哈，嘿，多谢于大哥提醒。走，咱们划地去。陈理正，你做个见证人。放心，大人。李正，三叔，你成李正了。没办法，刚疯。这谁都能当官，这县衙也真是会选人呐。走，咱们出发。哎，大哥，请。今天就从袁金堂家划40亩良田给你。多谢县尊大人厚爱。亲呀，良弟呀！这可是我家的田啊！你们欺人太甚了，干死我得了！我不想活了！滚开！县衙办事，小心拿你的头记起。你们欺人太甚，干死我算了！拿下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家的田都是侵占民田。把他押回去好好审。是。走。田已分完，后续如有变动，你自行到县衙登记。哎，这天色还早，不如几位差大哥到我家喝杯茶再走吧。不了，我回去还要好好审那恶妇，看看他们家到底干了多少坏事。哦，告辞。告辞。哎。陈无忌家这是起飞了呀！哎，袁家完了。这傻子是要翻身了，又是赏钱又是赏女人，连李正都要姓陈了。嫂子，我们回家吧。姑娘，你跟我们一起回吧。来，
多吃点啊。无忌，他一直不吃饭，这要饿死了咋办呀？那就饿死呗，省事儿。瞎说什么胡话呢？这可是人命。夫君，要不然你就狠狠地收拾他一顿，说不定就老实了。哎，有为，你出什么馊主意？能不能正经点？我觉得挺好啊，就按你说的来。无忌，你别冲动啊！无忌，你别冲动啊！姐姐，别担心，这种犟种就得治。可是出人命咋办呀？哎呀，夫君的为人你又不是不清楚，不要自己吓自己。吃饭。来吧，说出你是谁，然后老实住下，要不然我直接把你送到官府。不说是吧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哎，你真是头犟驴啊！怎么着？打算在我家死给我看啊？不在意真切，不在意死活，是不是脑子坏了？行，嘴真硬，那你就在这待着吧，饿死你！哎，怎么样了？没法弄。哎，找机会把他送回去吧。这下他真得饿死了。哼，我说的法子你们不听，到时候真出了人命，可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们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先睡觉吧，明天再看看情况。来，无忌，你听外面是不是有人啊？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我刚刚有听到脚步声。啊，你听，又来了。嘘，有人。你们待会把门锁好，把所有窗户也都堵上，无论听到什么动静都别开门啊！好，夫君小心。我爱你。有埋伏，快掩护！这伙人谁找来的？袁家？不像啊！他在那里，对。守住他，拦住这狗东西！小子，这次你逃不掉了吧？原来是你呀！给我上，干死他！住手！我们来了，无忌，我们来了！给我打！无忌，无忌，无忌！哎呦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是我，是你啊！哎，那帮人呢？都跑了吧？都走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打猎打到土匪窝去了？嗨，那些人啊，都是屠村的流寇，我之前杀过他们10几个弟兄。哦，那就正常了，人家是来报复你的。哦，哎呦我的妈呀！等，轻点啊！哟，嫂子，你怎么哭了呢？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你看看都成什么样子了！哎呦，我这不拼命也不行啊！姐姐，夫君身上的灵碎都在，是好事。哎呀，你这死丫头，净说些胡话，话糙理不糙嘛。不过我觉得夫君真的特别厉害。你再鼓劲儿他还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。这能帮我杀个人吗？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，世代为奴。凭什么呀？你连名字你都藏着掖着。薛红豆。哦，原来你不是哑巴呀？你是好人，2个姐姐也是，我不想连累你们。什么意思啊？说清楚点。你今天杀的那帮土匪，就是我家附近的。你跟他们有仇啊？那贼头看上了我，我就躲进了山里，
结果那些县衙把我当逃奴抓了起来。哎，那会儿贼寇有钱吗？1两起步。那实力如何？听我爹说，好像是边军士卒，专业级上尉啊！哎，算了，你还是回屋饿着去。无忌，红豆啊，你好好活着，说不定还有别的法子呢。我知道事情有些难办，我今晚看你有些勇猛，我才起了念头。勇猛那肯定是勇猛啊，不过你还得再容我考虑考虑。哎，红豆，无忌，我来了。你来的正好，我刚听了个糟心事儿。怎么个事儿？说来听听。昨儿县衙送给我一姑娘，你猜怎么着？她是被沙狼山山匪惦记上的女人。沙狼山？你说的是鱼瞎子那帮人？哦，怎么回事？她还跟我说呀，说那山匪有1两白银，问我要不要干上一票。1两白银？哦，原来鱼瞎子这王八蛋这么有钱呐！靠，原来和我们陈家还有合作。我琢磨琢磨，找点人，咱们干票大的。不过你得先划我几两银子。凭什么？你是土匪，还是你是土匪啊？就凭你是理政，我保护村子，我耗费了那么多弓箭呢。哎，行，打住，说不过你行了吧？哎，走了。谢谢啊。哎呦。喂，给我准备20支箭。掏钱，概不赊账。你等会儿，我还想跟你谈笔生意呢。我想打造一口器具。对了，你在这个上面再加2个能提起来的耳朵。这种的，以前没做过。你用铁片直接锤出来就成。成。不过你这锅，可比斧省事儿多了。哎呀，那当然了，我这锅呀，可比斧要方便太多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这锅我就不收钱了，而且卖出一口分你3成，怎么样？我没问题。不过关于卖锅，我有建议。扫街？我们打铁的扫啥街？哎呀，这所谓的扫街呀，就是挨家挨户的去游说，用旧斧换新锅。1口斧的材料能打造2口锅，我这么简单一操作呀，我就能纯赚出1口锅来呀。你真是个猎户吗？行了，赶紧去造吧啊！我回去找几个帮手来。哦对，来，不差你了啊！这锅真不错呀！怎么样，锅造好了吧？哎，打出来了，来看看。哎呦，咋样？哎呀，好啊，太好了，这就是我要的锅。你觉得这锅跟斧比起来咋样？还没试过，不过这可比斧顺手多了。那这样啊，今天我亲自下厨炒俩菜，咱们自个儿先试他个准头。有道理。来，父啊，去割点肉，再买点菜。知道了，族叔。父啊，这道菜你来做。哦，这猪肉啊，得肥瘦相间，切成小方块。我今天教你们做东坡肉。哎，好，锅里加水，把肉放进去啊，然后再加葱姜酒。陈叔父，接下来咋整？啥玩意儿？叔父啊？哎，你我平辈论交，他叫你叔父，没毛病。哎，行吧，先把肉捞出来做备用。
然后锅里加油，再把肉放进去，给我大火翻炒。这闻着味道不错啊，家常做法，大家都尝尝。哎，松叔，您先尝，这味儿，我光闻着就馋的不行了。废话，这是肉，当然香了。味道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，真他娘的香！这味儿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呢？把锅拿上啊，到街上炒着卖，我要让大家伙都知道我这炒锅的威力。对，这事儿交给福娃，他刚学过，有底子。行，这吴杰老弟，今天就让这小子给你磕头拜师，你的本事可太大了。啊，行行，我办，我认师傅当师傅，我以后给你养老送终。搞那么隆重干嘛呀？我以后给你养老送终。搞那么隆重干嘛呀？笨蛋，给我跪下！你光嘴上说有个屁用啊，丢不丢人？我不是得等叔父点头同意吗？手艺都学了，还等什么？真他娘的气！老子是越想越气。行，我愿意给您养老送终。啊，好，起来。行，我同意了啊！来，把锅拿着，跟我一起扫街去。这多好！无忌，急急忙忙干嘛呢？我得需要几个人手。干啥用？卖锅呀，每卖出一口锅50文，这以旧换新30文。分这么多钱呢？你可别赔了。你看着就是。走，每人扛2口锅，跟我扫街去。走，扫街。走。小二，客官几位？把你们掌柜的叫来。好嘞。客官什么事儿啊？掌柜的，我这有一桩关于后厨的生意。我正忙着呢，没空。哎，您留步。要不您先尝尝，用我这锅做出来的东坡肉再说。味道如何？兄台，若有空，可否详谈一二？却之不恭。兄台，来，哎呀，兄台的锅造价几何呀？1两银子。哦，可我看这锅与釜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我可以现场给您演示一番，您就知道我这锅的妙用了。好啊，那我来安排。我说后边的听着，把灶让出来，我要尝尝人家的锅菜。有没有闲着的小二啊？过来把这2个菜端走。哎，我来。哎，客官，这2个菜叫什么名字啊？炝炒茼蒿，回锅肉。得嘞。小兄弟，来，你这锅呀，我买了10口，10口。但是我有个条件，你得把你的手艺交给我们厨房里的厨子们。我这是家传的手艺，可不能轻传。东西想买锅还白嫖菜谱，做梦去吧！我照单全买，1道菜10两银子。咱这样吧，1个菜谱30两。我刚说了，这是我家传的手艺，卖了就等于散了。 6道菜我全要，150两。哎，成吧。
哎，掌柜的，店里有贵客，点名要尝你那道小炒黄牛肉，您看。哎，兄弟，这小炒黄牛肉你会吗？这可是另外的价钱，怎么着也得再加50两吧？怎么着也得再加50两吧？是50两。行，我再给你加50两。得嘞，收钱。喂，哎，喂，你说咱们来干嘛来着？卖锅呀，锅卖出去了？卖出去了，10口呢。那你学会什么了？我就学会个蒜茄子，其他的啥也不会。你看看你，就是个蠢货！你得向你无忌哥哥学一学，他那股不要脸的劲儿。说什么呢啊？你可别学我那套啊，你学不会的。知道了，无忌哥。说谁不要脸？哟，无忌，过分了，这比咱当强盗还赚。这才哪到哪儿啊？行了，别忙活了，跟我扫街去。走，扫街去。大家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这口锅呀，它是炒菜又香，还不粘锅。真的假的呀？就如朝廷举荐，儿设科举，人人皆可，是鼎中真味。啥叫鼎中真味啊？这个说了你也不懂，也就是说，这口锅它是有内涵的锅。哎，菜来了，菜来了，来，大家伙儿都尝尝看啊。好香啊，从来没吃过。我要有这手艺，我老公不得死心塌地。哎呀，正所谓啊，抓住男人的胃，才能抓住男人的心。哎，说的对啊，是这个道理。我要2口，我也要，那我也要，都有份儿啊，都有份儿，一个一个来啊。我也要2口，我要，哎，给我吧，我也要2口。你他娘的真是个人才！一共24口，1口50文，你别给我少算了啊！不会，哎，陈老弟，你这是干嘛去了？你猜，锅呢？一共60多口，一下午全卖光了。老杨啊，不是我们只卖了64口，是你只配了64口。你说啥？现在还欠人100口呢。欠多少？今天我们一共卖了164口啊！别慌啊！你要是实在撑不住的话，我让大家伙先别卖了，让你缓口气儿。哎，没有的事儿，没有的事儿，我就是太激动，我太高兴了。这样，你放心，欠的100多口啊，再累我也给你干出来，最多后天我就给你打出来。行，不过也别太急啊，我们还有5天时间呢。哎，小兔崽子们，干不死就给我往死里干！来来来，分钱了！哎，分钱了！来吧，分钱！分钱了！来，今天你们卖了21口锅，每人260文，拿钱。聊几句天儿就能挣几10两。哎，吴姐，明天早上记得喊我一声。我跟你说，你来可以啊，不过别再私自涨价了，你这样会砸了招牌的。哎呦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就说我是不是商号，清清白白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今天干的怎么样？没让你无忌哥生气吧？爹，你看，你小子哪儿偷的钱呢？不是偷的，是工钱，是无忌哥给的。工钱？你当我傻呀？卖锅能挣这么多？是不是你把人家钱私吞了？真的是无忌哥给的，我帮无忌哥卖锅的钱。你小子，你还敢撒谎？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！又发什么疯啊！住手！这小子偷人家钱呢！你听孩子先解释解释嘛。你说，爹，娘，在打死我之前，要不先去找无忌哥问问？好，走，找无忌哥哥问啊。无忌，
这小兔崽子说，今天你给他发了工钱。是给了呀。怎么，他没把钱带回去啊？带是带回去了，就是有点多。260万不算多了，后面赎了还能挣更多呢。哎呀，这咋行啊？260万也太多了。哎呀，你愿意多给是你仁义，可这也太多了。哎，陈群今天卖出去20几口锅呢，那自然值这个数啊。你明天要是1口锅都卖不出去，那可就1文钱都没有了。哎，对了，吃饭没有？待会儿咱一起吃点儿。啊，不吃不吃，我们回去自己吃。谢谢你，无忌哥。以后你爹说的话可以不听，你无忌哥说的话必须听。无忌哥，让你见笑了，我爹娘从小就这样。哎，你说啥呢？才干了1天活，你就开始嫌弃我们爹娘了？就是，这臭小子！快快快，无忌哥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等等我。无忌，哎，谁来了？啊，11叔他们一家说给陈群工钱给高了。工钱多了还能生事啊？不过卖锅是个好营生，要是能维持下去，你就别进山了。哎，那可不行啊，这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，打猎的手艺可不能丢啊。犟种！进屋，我给你上药去。哎，哦，你这样子让我怎么上药啊？不耽误，不耽误。别乱动。嫂子，我都做了好几天和尚了，赚点便宜不过分吧？晚上好不好？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可当真了。当真？我骗你干嘛？你快躺好。现在你满意了吗？满意，太满意了。我觉得姐姐今天洗得可干净了，脸都洗了好几遍呢。哦，那小娘子呢？我也洗了呀，你闻闻，身上没味儿吧？哎呀，真清新呐！还不睡觉，说什么悄悄话呢？我也闻闻嫂子。哟，陈无忌，冤家路窄啊！秦姑娘，我要是出了事儿，那些证据立马就会送到县衙里。我若是不相信呢？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好吓人的小猎户啊！我操，老大笑了。老大这一笑，这是要见红啊！可我又很不甘心，你说怎么办啊？哎呦，秦姑娘，那你说怎么办嘛？我听说你砍了10多个流寇，跟我走一趟。哎，你可别乱说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只是听说流寇要来了。哼，好家伙，以权谋私，借口把我带走，还能不能回来都不好说呢。带走！大人，现在暴露身份恐怕不妥。我是大人还是你是？你让我听你的。属下遵命。兄弟，有劳了。走，走，走。现在真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了。喂，要杀要剐，给句痛快话呀！
我饿了，我要吃饭。饿了？废话。哟，今天这么硬气啊？你要干嘛？你不是说我对你见色起心，还抢了你吗？我当然是来满足你喽。哎，里面小猎户喊得撕心裂肺的，大人动的什么心啊？去边去，我哪知道？哎，大人，他开口了吗？去，给他做点吃的，别让他吃饱，吃点就行。是。你还要干嘛呀？你不是饿了吗？来给你做点吃的。我不饿。你可以走了。不杀我了？杀你，哪有看你难受来的痛快？别高兴得太早，你逃不掉的。我去，这么爽，还来啊？7天之后来这儿见我，要是敢不来，老娘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惩罚。作为我的人，给你一句忠告：你们这里最近不太平，有山贼作乱。山贼？不会是红豆说的那个？可是姓于，在沙狼山上。你知道？啊，我可以帮你们。无忌回来了。夫君，能拥有嫂子和幼薇，还真是幸福。不过我既然得罪了沙狼山的土匪，必须主动出击，把沙狼山的土匪解决了。无忌哥，怎么了吗？我要去沙狼山。你要去沙狼山？太危险了，那里是土匪窝呀。没事的，我不会乱来的，而且我的剑术你们都知道的。那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不用了，我叫了帮手一起，不会乱来。你回来后，我们就洞房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走了。无忌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我们等你回来。人我给你带来了啊。这2个就是你找的帮手？哦，都是我族叔，他们熟悉周边地形。那就走吧。哎，我去，这3个人怎么感觉就跟官儿一样？对，皇城司的啊，皇城，你自己知道就行，别说出去。你真是，瞧见没，兄弟们，咱今天干了一票爽的，大的。跟着大当家有酒有肉，神仙日子呀！就是呀。哎，对了，咱过些日子下山去抢几个娘们儿来，怎么样？哎，哥几个轮着玩。没错。大当家的，咱们折损了不少兄弟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要不是你是个废物，能死这么多人？不过既然欺负到我沙狼山头上了，绝不能就这样算了。大当家的，您是要……
明天叫上所有弟兄，把那个村给我荡平了。好，把那个叫陈无忌的留给我亲自折磨。好家伙，还好我先下手为强了。上。好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家的，有人闯寨子，大伙儿拿家伙！秦小姐，你得多加小心呐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别杀！沙狼山的土匪就这些了？对，就这些。不是。别磨叽，快说！别杀我！我说，三当家的带了一些兄弟们跑下山去了，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都说了，放过我好不好？别杀我！做梦！事情结束了，我们走。哎，是。慢走啊！别忘了，每周找我汇报。我尽量，我尽量。哎，无忌，老实说，黄承思你到底怎么认识的？每周神神秘秘的，要汇报什么？我跟他关你屁事啊！我们就凑巧认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赶紧进去检查收获吧。不是说这里有10000两白银吗？啊！老子先去。哎呦，我忘了。我操！大家都是当土匪的，凭什么他们这么有钱啊？我们只是指劫罪大恶极，他们可是一杀一个屯儿啊！哎，还有这些武器都拿上啊，给咱村里的青壮用，增强实力。哦，对对对，忘了我是李正了。媳妇儿们，我回来了。无忌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无忌哥，我回来了，山上的山匪都被我剿灭了。真的？啊，而且他们的钱财也被我拿回来了。快打开看看。哇，这么多！我们可以重新盖房子了。哎，土匪都已经灭了，你可以回家了。夫君，小女子愿意给你当牛做马，报答你的恩情。当牛做马就不用了，不如我们直接洞房吧。嗯。哎，来。无忌，你慢着点儿。夫君，夫君，那我来喽。夫君，两位姐姐，红豆妹妹，我怕你不会伺候无忌，所以我们来帮你啦。哎呀！你个丧门星，我给你介绍宋家大财主有什么不好的？那可是咱们镇上都有名的大户人家，能看上你这个寡妇，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娘，你要是还认我是你娘，就去成亲。就是，到时候多要点彩礼钱，
当我的老婆本儿。你嫁过去，兰兰也跟着你享福。娘，我不嫁，我不要嫁。你不嫁，这事儿你说了不算。娘，娘。哎呦，宋老爷，宋老爷，你可算来了，我们家翠翠等你好久了。这就是张翠翠啊，模样不错呀，是否愿意做本老爷的十方小妾呀？我不嫁，我不嫁。哦，看来你女儿认为做我的小妾很吃亏呀。怎么会呢，老爷？我这就去劝劝他。你个赔钱货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你知道宋老爷出多少彩礼吗？200两，人家为了你这个赔钱货愿意出200两，买你和这个小赔钱货的命都够了。你们几个长得丑，想得倒挺美啊，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哎，你谁啊？我们在自家说话，挨着你什么了？我来接我翠翠嫂子回村。哟，小贱人，你还带着外人来羞辱自家人！哼，我今天非打死你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救命啊！杀你人啊！又是何人呐？难道你不知道他们已经收了我的彩礼了吗？彩礼，我给你双倍。双倍彩礼，你有那钱吗？宋老爷可是出了200两。我没答应，我没答应。什么时候有你插嘴的份儿？双倍彩礼就是400两。哼，宋老爷让你见笑了。没事没事，那我就等着他拿400两银子来。如果没钱，他可就是我的十方小妾了。就一个乡下的穷猎户，8辈子都攒不了这么多钱。我们走。宋老爷慢走啊。嫂子，我们也走。等等，谁说你们可以走了？钱呢？没钱还想把人带走？谁会把400两带身上？我不得回家拿呀！没钱就不准走。想试试我拳头硬还是你命硬？你，嫂子，我们走。吴切，怎么办啊？嫂子，你放心，我很快就会把钱凑齐。吴切，不用了，我哪里值那么多钱？那可是400两。你值多少钱，我说了算。可是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哎呀，钱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。我刚把沙狼山上的土匪端了，发财了。我们进去吧。哼，一个穷猎户也敢在我面前装大尾巴狼！老爷，您别生气啊，谅那穷小子也拿不出400两。再说了，他就是一个臭打猎的穷横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你个狗奴才，慌什么慌？老爷，就那个沙狼山，全没了。这不是好事吗？慌个屁呀！全部是那些猎户带着人给杀死了。
你说清楚。哎呀，老爷，就是刚刚那个猎户叫什么来着？叫陈无忌。他真的这么厉害？绝对保证，我亲眼看到那些尸体。完了，这是天降魔主啊！老爷，那个小姐还娶吗？娶个屁呀！赶快和我一起赔礼道歉啊！这赔礼道歉给谁啊？还能有谁呀？金银财宝、鸡鸭鱼肉都给我备上，还不快去呀！是。唉，怎么会有这么个天煞孤星？他要是一着急，有可能灭我的门呐！翠翠，你就在我们家住下吧。无忌过几日要盖个大房子。就是，到时候打一个特别大的炕，咱们一块儿睡。几位姐妹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无忌，我没有问题啊。你个小贱人，还不快跟我回家！你干什么呀你？你个穷打猎的，你有400两银子吗？你说我没有，我就没有啊。你要是有，就是倒立洗头拉屎，是不是兄弟们？这是400两银子，自个儿数数。真是白花花的银子。这里有400两银子，1分不少。按照约定，翠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。自然，以后我们就是亲家了。是李爷摊上这样的家，翠翠嫂子也是吃尽苦头了。翠翠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好女婿，这彩礼的事情咱们是谈好了，那这个下车改口费呢？啊？对，这些也要一并付清啊。我一把屎一把尿把翠翠带大也不容易，而且她胸大屁股圆，也是个好生养的，我还真舍不得把她嫁给你呢。这样，那些杂七杂八的费用啊，我再给你算400两。无忌，不要管他们，我生你养你，我爱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。我警告你们不要太过分啊！哼，她是我女儿，我说了算。你算个屁呀！娘，你敢打我娘？你也滚吧！儿子，你没事吧？愣着干什么？还不上！我看谁敢！张翠翠，你个白眼狼，你让外人打亲娘！赶紧给我磕头赔钱，不然我就去告官。400两，从我出生到现在，你们给过我1两吗？哼！闭嘴！不拿钱，我就把你卖青楼去！张翠翠，你去卖啊，一次10文钱也能凑出来。给我闭嘴！红豆，哎，拿纸和笔来。相公，纸笔。好，我说你写。本人自愿与张翠翠断绝一切关系，今后不得以任何形式索要钱财，违者官府论罪。按手印。我不签。不摁是吧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按不按？按不按？按不按？按不按啊？来。没你事儿了是吧？
嗯？这上面可有你们的手印啊！以后再敢纠缠，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。宋老爷到！宋老爷，宋宋老爷，宋老爷救命！宋老爷，宋老爷到！来了，完了！宋老爷，宋老爷救命啊！宋老爷，陈无忌，你完了！宋老爷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！是啊，他不仅抢走了翠翠，还把我们打了一顿。哎呀，宋老爷，这些都是给我们家翠翠的聘礼吗？是啊，这么多聘礼，这至少也得值1000两了。穷鬼就是穷鬼，知道什么是聘礼吗？嘿，哎呀！混账的东西，我让你动了吗？宋老爷，陈壮士，你饶了我们吧，我们罪该万死啊！陈壮士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小的狗眼看人低了，我该死！宋老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别叫我老爷，知道他是谁吗？他不就是个农村猎户吗？周围没有80个，有100个呀！猎户？你家猎户能剿灭沙狼山？沙狼山，方圆百里最厉害的土匪窝子被他剿灭了。宋老爷，您别开玩笑啊！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的吗？自己也不打听打听去。是啊，尸横遍野，太惨了，就用了1个晚上，悄无声息的把土匪全都杀了。唉。陈壮士，我特备些薄礼，特来赔罪。哦，打开。陈壮士，这就是我给您的赔礼，你看够不够？不够，后面还有。这是张家小姐吧？这是我给你们结婚的礼钱。哦，小的之前脑子被驴踢了，小的不该有非分之想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东西留下，滚吧！好，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走，宋老爷，宋老爷，滚开！我不认识你，走。姐夫，谁是你姐夫呀？我说过了，张翠翠以后跟你们家没有任何关系。等一下，既然已经断亲了，那这钱跟你们也没有关系了。你，哎呀，完了，竹篮打水一场空啊！哎呀！无忌，你累了一天了，洗洗脚吧。那就谢谢嫂子了。我帮你。哎，无忌，你干什么呢？嫂子，我没干嘛呀。算了，反正我也是你的人了，你要看便看吧。好。不是，嫂子，嫂子，
这些年你吃了那么多的苦，真是辛苦你了。能碰到你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那碰一下你我也值啊！哎，不是，哎，嫂子，别想那么多了，以后我们就永远都不分开了啊！哎呀！立正！这沙狼山的钱不是分了你7成吗？你干嘛还想要啊？你以为我像你一样贪啊？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正事儿。啥事儿？你也看到了，我家现在人口挺多的。是挺多的。别绕弯子了，直说吧。哦，我看咱村东头不是有片空地吗？我想盖5、6个厢房的大院子，然后再给它围起来。不是多少？多少间厢房？5、6个啊，7、8个也行。还得是你呀！啊，行了，你盖那么多的厢房干嘛呀？容易遭人嫉妒。你得给大家点实惠的东西啊！这我懂，村里来帮忙的人，我都给他算工钱，而且每天都是4菜1汤。什么4菜1汤？你个败家子儿！你个败家子儿！哎呀，无忌，你在神神秘秘的搞什么呀？就是也不告诉我们。好了，睁开眼睛，好好看看吧。哇！姐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不是做梦。无忌，这是你盖的？那是自然了，咱们家现在人口都这么多了，怎么还能挤在那个小破屋啊？这房子好大，好宽敞啊！要是爹娘的在天之灵能看到，肯定很欣慰。你们喜欢就好。姐姐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无忌，无忌，无忌。无忌哥哥，无忌，无忌，福晋。啊！抓到你了！无忌，好吃吗？这边。哎呀！哦。拜见夫君。姐妹们，以后无忌就是我们4个人共同的夫君了。可是夫君他顶得住吗？哎呦，那顶不顶得住的，晚上试试不就知道了？成亲呢，别胡闹。哦。日后咱们姐妹们一定要以无忌为主，事事为无忌着想。日后定以夫君为主，事事为夫君着想，愿夫君怜惜。哎呀，好了，何须行此大礼啊？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这么客气干什么呀？反正跟着我呀，我保证一定让你们过上全南郡最好的日子。
行了，快吧，洞房，走。夫君，现在还是白天呢。什么白天晚上的，我忍不住了，快，去吧！哎呀，还有你去吧！我来了！哎，一点彩礼都不给，打了老子一顿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！哦，爽啊！抢了这么多好东西啊！下次一定得去抢几个大货。大户人家的小妾肯定一个赛一个的水灵。对，下次我给咱们提前去踩点。好，你小子！老赵，抓了个鬼鬼祟祟的怂逼。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！我是想来加入您的。这都吓得尿裤子了，就你这样还要当土匪？老大，要不我看今晚先把这小子杀了，助助兴。哎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我是真心想来加入您的，而且我有重要情报。什么重要情报？你说说。我们邻村那个陈无忌前几天从大户那里拿了好几箱银子。哦，好几箱银子？对呀，我亲眼所见。而且那个陈无忌啊，厚颜无耻，仗着自己族人是李正，强行纳了好几房小妾。我家妹子就是被他占去了。好几房小妾？对，个个都貌美如花，屁股比肩还宽，走起路来，哎呦，那上下都是一晃一晃的呀！这屁股大过肩，快活似神仙了！走走，带路，快点！土匪，这么多土匪，不好！无忌哥，无忌哥，无忌哥！哎，怎么了？这大半夜的吵什么吵呀？不好啊！我看到有土匪朝咱们村来了。土匪？怎么还有土匪啊？怎么办啊，无忌哥？哎呀！哎，你赶紧去通知李正，咱们给这群土匪来个瓮中捉鳖。好。嚯，看这房子修的确实气派，一看就是大户人家。那可不是。你先上去。啊，我不行啊，我不是说了他抢了你妹子，还不去报仇？你不上去，我就砍了你的头扔进去。我上。不好，我们被发现了！上当了，咱们上当了！上当了，咱们上当了！不用怕，他们不过是一群普通村民。一起上，谁先杀敌，我就奖励白银10两。老大，他们好像也是土匪。哎，你猜对了，骡子，这群人就交给你了，我得去洞房了。臭小子，去吧，上！吓死我了！哎，夫君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我们等你好久了。那就来吧！哎！